先点在那个吧。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个主日是抬杠节的第3个主日，咱要点到3支蜡烛，第3支的蜡烛，宣告喜乐。愿咱伫喜乐的生命当中，听候耶稣所要带予人的生命的愿望。侧面。请咱家己闭慢心，咱安静来祈祷，咱来期待今仔日的主日礼拜，咱拢会当用喜乐的心情，咱做伙来调祭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对主的人有幸福，咱就用娱乐的歌声，用喜乐的心来娱乐上帝。因为喜乐的心是一切忧愁看入伊伫的荣耀。咱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伤真快乐，但是叫乐人心，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你，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伤真快乐，但是叫乐人心，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你，主的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脚也可通得快乐，得主福音伫我心，催眠紧得开声气，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
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骄傲山高，那对耶稣的脚步，为的主甲咱带路，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你，就你快乐，永远通你主快乐，为你快乐，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你，就你快乐，永远通你主快乐，为你快乐，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着跳大欢喜，记着主唔通放你，就你快乐，永远通你主快乐。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奇妙的主，咱无停止咱儿女的声音，因为主是全能的大主宰，是以前、现在、永远存在的主。才咱做伙起立，咱来儿女主，赞美不停息，尊贵的君王，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昔在和永在，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尊贵的君王，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你的奇妙，你的奇妙慈爱高及诸天，信实大道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在此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到永远。尊贵的君王，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昔在和永在，快来的君王。奇妙慈爱高及诸天，信实大道穹苍。你的奇妙，你的奇妙慈爱高及诸天，信实大道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唱你的声音不停息。
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造福万民，至上生命，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在此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造福万民，至上生命，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在此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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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咱就咱的普话声献予咱的主，感谢主，较济。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上帝手赐伊独生的圣子来到世界，为着救赎咱世间人的罪，是何等尊贵的主耶稣。主你之手，这地不做着。献给主，你能够偏着转的，主都是行，为着人降世。放下生命，对世个我，咱个对头，助力志向，助力志向，这地不做着。献给主，你用光偏着转的，主手赐独生的圣子，主独生子，为着人降世，主耶稣放下伊的性命。放下生命，对世个我，咱三个来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上帝有个，我敬拜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上帝圣子，你是救主，万民拢要来学乐主，万民学乐，全国得胜，全地拢来，人这敬拜，何等尊贵。主耶稣，主你之手，这地不做着。你是献给的主，献给主。
转地。主都是行，为着人降世，放下性命，放下性命，对是个我，伊玛内利，伊玛内利。内利，上帝有教，我敬拜你，耶稣基督，上帝圣经，你是救主，万民而乐。得胜，全地拢来，同齐敬拜，何等尊贵！主耶稣，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上帝有教，我敬拜你，耶稣基督，上帝圣经，你是救主，救主，万民做伙来阿乐主，万民阿乐，宣告得胜。全地拢来，同齐敬拜，何等尊贵！主耶稣，因为主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实因带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也信任你是主。咱个对头来，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困求诚实因带我，求诚实因带我。耶稣基督是主，咱个来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主，困求诚实因带我，耶稣基督是主，困求诚实，困求诚实
我，耶稣基督是主。感谢天父上帝，赏赐你独生的圣子耶稣基督，真做阮的救赎主。感谢主耶稣，你的降生，带予世间人有仰望的心，也借着你所教导阮的真理，愿通搁较明白创造阮的天父的心意。感谢圣神，你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得到医治甲平安的心。求圣神即时踮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对将上帝教示刻条伫阮的内心，搁实行出来。阮即时也要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三角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的。愿一切恶乐、荣耀、甲颂赞，拢归天顶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主，咱呼啊声献互咱的主。甲你隔壁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这是咱三当用新的界面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愿咱时常用行动来见证咱的信仰，这是咱做伙来学了圣诗181首，同声学了天父，咱做伙起立来吟。心无落天父，主人永我上帝，听他命令无量无尽，照顾地顶对，无论耶稣主名，上帝都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1篇，以赛亚书第9章。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伫收割的欢喜，亲像伫分赠礼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伫背的打，攻断因肩头的棍，
压制压迫者的边，侵略者的军下，过着花的军服，拢会做查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隐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穷，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做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迄时直到永远，万万军的军的统帅统帅上主上主一一定会定会成成全全这这个个事。事。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咱至高的上帝。因要唱的歌是主的祈祷文。
感谢咱圣歌队员甲指挥伴奏用心的服侍，互咱有机会来学习用诗歌来祈祷，伫生活中甲主结连。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所赏赐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9节。第4节，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会出恁的宽容，主得要来啦。着拢毋通看入什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祈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过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安尼，兄弟姊妹总讲一句：迄个会建立好德行的事，迄个值得称赞的事，就是一切真实的、一切通尊敬的、一切公正的、一切纯洁的、一切可爱的、一切通学乐的。才会令着不时放伫心内。恁对我所学习、佮接受的、听到、佮看到的，才会拢着继续实行。安尼，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这是咱请咱的牧者来甲咱勉励，互咱怎样伫喜乐中存有毋忘喜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往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真欢喜会当看到你。咱真欢喜吼，今仔日咱嘛有一位新朋友吼，叫做王秀英吼，咱拍破甲伊欢迎哦吼。好，请坐，请坐。伊是伫大岛中吼即个金惠节吼顶摆邀请牧师会当为着伊即个真好的朋友来祈祷。伊迄时阵手术即个髋关节吼，伊嘛体会着讲即个上帝医治的大能的溃烂，所以咱瓦克主的人是真有信心的，就是咱伫生活中不相时去互了解明白，原来咱伫基督中所带来的溃烂是遐尔大，所以福音自然就安怎会当传出去，所以嘛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三脚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阮知。你是通照着运行伫阮心内的大溃烂，丰丰富富成就一切主上帝。主啊，你所赏赐的，是超越过阮所想象的。阮需要时常去思想，时常伫基督中来求讨主你的心意，互阮的愿望，互阮的期待，会当若亲像灵性生命，的确伫。至圣所的内底，阮会当搁一摆伫主你的至圣所中间得到完全，甚至得到瓦克。主啊，当阮毋望迄个所未看见，阮着爱常常忍耐听候，操练阮对主你的信心。阮更加需要伫仰望主上帝的生命的内底，看见主你要用欢喜的笑容来帮助阮，甚至互阮明白。阮是因为安尼来学了主你的教义。主啊，阮也要时常为着阮伫病床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恳求上帝你亲自甲因医治甲恢复。特别阮要为着妙龄节，为着满足者来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因为阮知你是听痛阮祈祷的上帝。当阮向主你呼求祈祷的时，你也要怜悯因的生命。当阮会当用将因放伫主你的面头前的时，阮知影主你无要气杀阮，你犹原要帮助阮，医治阮的空喙，互阮的空喙会当重新健脾，会当重新恢复，互阮会当恢复到伫上帝你所创造起初的开始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救因脱离病痛，救因脱离迄个死亡的权势，互因明白上帝你是掌权生命的主宰。恳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愿你嘛祝福伫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生命时常伫风雨中，
会当生出信心甲气力。伫圣诞节，耶稣要去一摆日出世的日子，阮伫等待的中间的时，求上帝你陪伴阮的心，互阮会当欢欢喜喜伫五梦的内底来求讨上帝你的智慧，也互阮有一粒愿意的心，人去报大好的大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要去一摆来出世，为着阮来出世，迄款的五梦甲喜乐，也求上帝你将即款的五梦放伫最最需要助力的人的身上，愿你听阮的恳求，佮一摆引出阮今日的敬拜，我们要将一切荣光归予主上帝，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有一位叫做传佩荣先生，伊捌写过一本册，叫做《最后一张王牌》吼。伊捌伫一本册中间内底讲起，找求真正的信仰吼。伊咧谈论什么叫做宗教啦？啊，伊讲吼，西方这个 religion， 吼，这个宗教，这个英文名 religion，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捆绑。我看到时感觉真特别。为什么伊讲宗教是一种捆绑？伊讲捆绑的意思代表讲将人甲捆绑起来。吼，这什么意思咧？伊讲原来人活伫世间上总是会注意伫生活的中间有关的要求譬如讲，你下早爱食早顿无？有无？下早爱食较好的，对无？中昼有食安那？中昼安那？早上要吃的怎么样？吃得好中午咧吃得饱晚上咧吃得少。咱拢知影，这叫做生活的要求啦。咱看到人爱有礼貌，对无？这拢是要求。咱出门知影讲，要较远的，咱就是骑机车还是开车。有做咱生活的要求等等，人拢是活伫一款的生活内底。甚至呢，人伫分散伫无相款的所在，伫无闲乐乐。每一个人拢伫分散的中间，一日的中间，拢有无相款的时空背景的内底，咱就是绑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咧讲宗教，亲像甲咱安怎捆绑起来，亲像一堆茶甲绑做伙。然后，互咱分散无相款的心思意念的人，犹原会当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安怎来做伙？伊讲的真有意思。伊讲如果做一个真正的自我的人活出一个自我的人，这个人有一个足清楚的生命的中心我佮讲一摆伊讲一个会当做一个真正扮演自我的人。自我有一个足清楚的中心就是会甲家己安怎凝聚一个所在，然后看中一个所在，伊会感觉讲我活伫这个所在真踏实，真实在。今回这你来到教会，你有感觉足实在的有无？但是你若转去外口的时阵，你有当时会挑战过来有无？佫无共款当你倒转到你厝里，甲你出去外口面咧工作生活的时候，你一定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箴言3章50到第60讲，你着爱专心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要行的事顶面，拢着爱认定伊，伊就要指导你引带你所应当行的路。真有意思，是安怎？咱人着爱倚靠耶和华，因为倚靠主的人安怎有福气？倚靠主的人，上帝阁要带咱行。咱的信仰跟外口面的信仰是无相款。外口面的信仰有当时是我有需要，我需要帮助，我来找这个。这个若无效，我阁来找这个。这个阁无效，我阁来换迄个。但是咱的主无相款，咱的主上帝咧甲咱讲起，你得爱专心倚靠主耶和华。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得爱专心倚靠主耶和华。所以兄弟姊妹，太降节的第3个主日，当咱咧宣告啥？宣告耶稣基督要搁再为着咱来出世的时，咱的生命有陪伴好无？咱的生命有喜乐无？
有欢喜无？甲你边仔人看者，敢真正有？哎，有意动呢。我讲咱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是每一个人拢会动起来，爱有一个欢欢喜喜的。但是你会看到哦，敢若别间教会敢若有足侪活动咱大桥教会敢若拢无有无？有人咧笑啊，代表就是安尼哦。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嘛爱做伙来。后礼拜等下牧师会跟咱分享，其实咱教会后礼拜咱暗时有足侪活动，期待咱全面总动员，毋是单工咧做的尔啦，啥物人咧做的，咱是逐个人拢爱做伙来参与。所以兄弟姊妹，最近咱咧看新闻媒体拍开拢是安怎爱总动员呐，对无？听台湾就爱安怎爱总动员来关心你所徛起的这片土地啊。教会嘛相款。教会当咱咧讲耶稣要再来时，咱毋是咧讲我看到一间教会，迄较好耍哦，迄较丰富哦，迄较有啥？毋是啦，重要的是在地，你伫你的环境，上帝互你伫你的教会，你有心想要互这个所在安怎充满着喜乐？为什么我要安排这小朋友、青少年来服务点电会？这是啥？这是光的。你茫想讲这有啥？点这要创啥？咱这空间遮细点一个蜡烛空气嘛歹。莫想伤济，你爱想讲，什么是光？光，那外口的信用叫做光明灯啊，对无？光明灯嘛，因咧点光明灯嘛。咱基督教的信用啥？咱咧点这是创啥？这嘛是灯哦，这是光哦。咱是按照耶稣所带予咱生命望的光去行。所以兄弟姊妹，咱是一步一步的备班，在宣告耶稣基督要搁再为咱来出世的时，咱的心有备办好无？所以我认为，人的嘴有一个真要紧的阶段，就是咱要安怎样用咱的嘴来宣告。圣经箴言12章14节讲，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箴言13章第2节安怎讲？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好，你有因为你的嘴所讲的话安怎有结果子无？你爱去思考哦。你讲的话有造就人无？你讲的话有互人受激励无？你讲的话，互为着你的生命带来互你饱足的福气无？甚至会当享受迄款的福气无？这就是上帝话一直咧人讲的，嘴。甲你生命的福气有关系无？有关系。所以咱爱把握咱的嘴。为什么咱要去伫圣诞节的时阵，咱爱报佳音啊？毋是牧师去报啦，毋是啥物人较好讲的去报啦。咱即摆咱是要安怎？咱要分两批哦。等下我牧师咱补充报告中间邀请咱，甲咱搁一摆甲咱说明圣经内面腓立比书，咱今日所看是第4节到第9节。腓立比书第4章的第1节安怎讲？保罗伊甲腓立比的教会，才听惜伊，甚至捐献钱，而且腓立比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因真支持保罗所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腓立比的教会，这是保罗写予腓立比的教会的批信。伊讲啥？伊讲我所亲爱、我所少年的兄弟啊！恁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兄弟啊，恁应当爱靠主安怎站立得稳。才讲到几摆，我所亲爱，几摆？2摆哦。保罗伊写这批信特别讲2摆，讲我所亲爱的。我就咧想讲，保罗想要写批信，要特别写呢你会想到这咱若久久出去到伫种远的所在你敲电话转去厝里，你会讲啥？妈妈、爸爸，有无？迄种的心情真欢喜。即摆拢看到讲定恩伫日本去参加日本即个真好的活动。我看到静宽姐伊 po 的即个脸书很光荣呢。我所亲爱的。保罗他对着这些弟兄姐妹，我所亲爱的，我所思念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什么叫做我所思念的？那代表的是爱之深啊，对不对？
你有咧关心你的厝里的亲人朋友无？有无？你爱常常去甲因讲，嘿，hello， 宝贝，你好无？我会记得吼，我妈妈打电话来，啊，你咧创啥？我妈妈，你忙安尼讲啦，啊，我知影，我后来我知影，迄是伊的表达方式，对无？你是咧创啥？我讲啊，我啥物代志拢爱甲你讲。我后来换一个方法，妈妈你讲，我豆豆愈来愈知影伊的意思。但是你要了解，迄种的心情代表是啥？迄是足疼伊的囝儿，甚至足疼你的亲人，疼你的朋友啊。保罗开讲，我所亲爱，特别讲2摆。伊讲恁是我的喜乐，什么是恁是我的喜乐？代表是腓立比教会这兄弟姊妹，因本身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无？有无？若无哦，我想保罗袂安尼讲啊。伊就讲吼，恁是我的欢乐啊，对无？但是伊讲腓立比教会这兄弟姊妹，恁是我的喜乐啊。这我想起什么代志吼？牧师顶礼拜去教我讲台吼，捌有人会讲牧师，你敢知什么人无来？吼，其实你莫想讲有当时真正是安尼哦。牧师若迄礼拜要出外吼，兄弟姊妹吼就无来哦，有安尼哦。牧师拢咧笑脸咱的，就算我无伫咱中间，含咱做伙敬拜上帝，我嘛咧笑脸咱。吼，我若礼拜煞，我若倒来教会，我就先去1楼招待桌，先去显开，什么人有来，什么人无来。所以兄弟姊妹，咱彼此的关系，毋是咱是咧对牧师负责任的，咱是爱徛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亲像腓立比教会的人共款，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做了好。做了一个应该有的信徒的生命，保罗甲伊讲：恁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什么叫做冠冕？等下我会讲到。圣经内面哥罗西书第1章第13节到14节讲什么？讲伊救了咱脱离黑暗的权势，将咱牵到伊的爱子，他的爱子是谁？耶稣基督里面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嘛，对不对？好，咱的信用来临，这个爱子是上帝所爱的宝贝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到这世上，就是圣诞节。然后呢，为我们最后是没有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流出他的宝血，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保罗才会写到：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咱拢是有罪的人，咱拢是透过耶稣基督重生得到救赎。我问咱有脱离黑暗的关系无？有无？我甲你讲，世间有最人，因无伫这种救赎的生命内底。咱有，但是咱有责任无？咱有。牧师有讲过吼。每一礼拜我若咧准备讲道片吼，上帝拢会加一寡新嘅技术咧，互我看哦。这礼拜我拄到一个学生，足久无来啊，嘛是咱咧欢乐的，有当时是中辍生，伊真正是中辍生。伊来到教会，牧师我来了，哦，好，等我一下。通常吼过去咱来看到有当时我咧想讲啊，过去我可能会讲，哦，你来了哦，啊，什么事吗？我不是，我讲好，你来了，等我一下，我马上下来。落来，我甲你讲，伫单位中间，我发觉，可惜这个囡仔已经开始伫黑社会这个讨债集团开始咧做工课。我甲伊讲，你好无？伊讲牧师，我很好，我现在有钱了。我讲啊，你一个月赚偌济？伊讲伊赚8万。啊，我讲啊，你去做这个工课？你感觉安全无？伊讲会啊，安全啊，我的公司拢会帮我出面啊。我讲啊，若交通的，若警察若要来你来的时阵，安尼要安怎办？你看你用个桥多摆啊，你嘛无驾照。我无要紧，迄我的公司拢会对我帮我处理。我甲伊讲，迄时我伫心内祈祷讲主啊，互我有智慧，要安怎甲伊讲。我甲伊讲，某物人啊。你看我，咱拢有钱，咱拢会当生活。
但是有一项你跟我无相款的是，你有平安无？伊拢安静落来，啥物话拢无讲。后来伊伫外口有一个朋友咧等待伊，大伊伊是17岁，即个囡仔才15岁尔，还15岁、16岁。外口迄个伊准备伫遐咧食薰，内底即个伊有小可闻到味哦，伊就冲出去外口，hello， 不要在这边抽烟，要抽烟去旁边那边抽烟。我毋知你有看出一寡生命在改变的端倪无？即个囡仔虽然伊无伫教会咧聚会，但是伊知影即间教会有一个关心伊、疼伊、知影伊生命需要的人。我甲伊讲，我讲你的爸爸妈妈敢知影你遮的情形？伊讲伊拢毋知。即个是孤囝。我即马最近我拢咧祈祷，讲主啊，我可能爱准备找一个时间来找伊的爸母。即个囡仔有一日，伊若继续伫即种环境的内底，伊会安怎？伊会互魔鬼较赢。兄弟姊妹，咱倒转来即段圣经节，咱的主有救咱脱离迄黑暗的权势无？有啊。但是你有看到伫外口面要侪人，因了活伫即种的环境的内底，是无人甲伊带，无人甲伊教导。兄弟姊妹，咱拢是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稳定的人，罪得到赦免。但是咱爱想讲，耶稣要搁一摆为着咱来出世的时，咱要安怎样来宣告？咱是一个欢欢喜喜得救的人。过去牧师甲咱分享，我国中是一个歹囡仔，我真爱错干辣椒呢，我真爱讲无好听的话呢。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是救咱生命的主，伊要互每一个愿意来到伫伊面头前的人，重新生命得救。只要咱会当学习将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上帝要帮助咱，互咱伫黑暗的内底重新对迄黑暗的意思是啥？是那像迄死亡无毋望。所以兄弟姊妹，保罗常常讲：我所亲爱、所少年的兄弟啊，恁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牧师若出外的时阵，你有哪是爱来礼拜？来，我提醒一个哦，提醒一个吼，兄弟姊妹。帖撒罗尼迦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9节到20节安尼讲，讲咱的主耶稣来临的时，阮的五万欢喜，甲上夸口的是啥物？兼毋是恁吗？兄弟姊妹，如果牧师出外去啊，我回来时莫名来，我阁无来啊，我袂欢喜呢。了解我的意思？你毋是为着我来礼拜。但是恁的牧师会因为安尼来看待呢？我毋是我袂去要伊，但是我若无要伊，我感觉我真艰苦心。兄弟姊妹，你若看华语也讲，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怎么样站立得住啊？各位弟兄姐妹。当坏人、外面需要福音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站立得住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主的面前，咱伫主的面头前，咱徛会知了。也是讲我得救，我洗礼啊，我嘛是主的人，我嘛是伫教会咧出入啊，牧师你甲伊讲我无伫主的内底，我甲你讲，真正伫主的内底，你是袂惊哦，你是有勇壮的气力哦。亲像圣经所讲的兼毋是咱伫主耶稣来的时阵，恁伫伊面头前徛会知呢？你毋是伫我的面头前徛会知呢？咱是爱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徛会知呢？因为恁就是阮的荣耀，阮的喜乐。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咧甲咱讲的是遐尔水，咱来做伙来认捌一个重要的生命的关系是啥？耶稣有荣耀上帝无？伊的爸上帝无？耶稣，上帝的爱子耶稣。耶稣有没有荣耀上帝？有，他完成了。伊嘛有伫克西马尼园祈祷有无？讲爸啊，你若当将这个杯吼来刻走哪会使我嘛是会艰苦呢，我嘛会惊呢。耶稣嘛会惊呢。耶稣伊要面对迄个死亡，面对迄个使命要来完成的时阵，伊嘛伫克西马尼园祈祷呢，甲伊的爸上帝祈祷呢。但是为着要荣耀因跟伊的爸所托付予伊的使命，
伊讲不是教外艺术，是教你的艺术。这就是一种荣耀的心情，为了要荣耀神。门徒，我们需不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做见证？要不要？牧师想要邀请咱来做见证。你茫讲你无要见证，你茫讲哦，我无啥物见证，你茫讲啊，我也无啥物吼，慢。我来讲，你拒绝不是拒绝牧师啦，是拒绝什么人？你是拒绝上帝，你拒绝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拒绝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啊！一个没有做见证、无法做见证的基督徒，代表的是他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没有东西啊，懂我意思吗？所以想到我得跟学生讲，你可以给我看你的成绩单吗？说不要啦，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没有作为嘛，对不对？我跟我的囝讲，成绩单给我看，泽恩跟穆恩是无同款的。穆恩是说：“爸爸，你看我成绩。”啊，我的泽恩他就是说：“爸爸，那个泽恩，把你的成绩单拿来，我看一下你的考卷，乱七八糟，他完全不知道他哪一个放在哪里。”你会看出一些端倪，很有趣哦。咱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耶稣，我怎么跟随你？我的生命做了什么改变？学习耶稣的样式，为了要荣耀救主耶稣基督。教会的信徒，教会信徒，伫主要搁再来的时阵，咱犹原着安怎？爱有法度通徛在呢？帖撒罗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亲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9节咧。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恁伫耶稣的面前安怎会当徛在呢？所以咱就会当安怎，互保罗得到荣光，得到欢喜。那伫现实的教会内底，恁就会当互牧师安怎？这边安怎做？我教导咱，我捌拄过哦。每一礼拜吼，我捌拄过。一礼拜我出去讲道，隔礼拜哦，有一个姊妹伊就走来讲牧师，感谢主，我甲伊关心讲啊。某咪姊妹啊，你好无？顶礼拜有来无？伊讲有啊，我当然嘛有来。我甲你讲，牧师，顶礼拜迄个牧师伊讲到足好诶，互我足感动诶。我讲啊，你感动啥？伊讲伊就甲我讲解说，伊顶领受着啥？兄弟姊妹，这有互亲像保罗咧讲诶，倍感荣耀无？欢喜无？会。牧师袂因为讲别个牧师讲咧比我好，佮特别对你有感动哦，我会感觉歹势袂？我颠倒因为安尼感觉欢喜快乐，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圣诞节的时阵，咱来做伙来备办哦好，咱要去报佳音报佳音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会记得咱大桥教会过去听讲是用一台脚踏车有无？好像是着爱长老拢着爱长老，咱的即马90几岁、93岁的即个年长者过去伫教会就是用即个脚踏车头前一个拿。然后咱将这脚踏车给包装好势，对无？咱若厝里有迄个3轮车的牧师嘛真欢喜，你会咱个给起来，咱个给装修一下我们可以预备好。咱即摆呢，咱要分做暗时7点，咱要对咱教会对后壁即个养护中心即座巷啊，然后过去，咱分做2条路，一条路牧师来带，一条路由治安来带，然后咱就一直行去到火车头大桥车站。咱伫遐做伙来唱歌，然后报佳音，然后咱拢通常是第一批的班车到，等因落来，然后送糖啊，甲因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圣诞快乐，然后爱保持一个快快乐乐的心情，伫迄中间，咱个最后个做伙翕一张相，咱个做伙对迄个所在，较行大桥国校这条路，较行入来转来咱教会，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我相信。咱是要互遮附近的人认捌到耶稣基督会再来，是要带互因平安，嘛互因有机会来认捌咱大桥教会的人是安怎有望的。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等下咱伫庆安的中间咱嘛着爱来找咱的这个新朋友咱着爱甲伊介绍甲伊讲啊，真欢喜看到你。咱伫彼此的关系，咱讲咱拢是亲像一家人共款。咱就爱彼此有即个疼心，彼此有即个欢喜的心。暗时咱倒来教会8点，咱伫圣诞爱餐的时候，咱就会每一个人会分即个号码牌。如果你有暗时想要搁继续留落来做摸彩的，咱即摆无交换礼物，
咱直接就摸菜啊，吼，但是在有名额，就是咱有70个名额，吼，就是你邀请你的朋友甲亲人做伙来参加，伫食饭的时阵就摕即个号码牌，吼，啊，你若无爱，你若有代志要你用离开的，你无要摸菜，你就莫客，啊，留互其他的人，吼，啊，像安尼简单甲咱报告。所以呢，我嘛真感谢主，吼，伫这圣诞节要到的时，咱嘛得到即个财团法人基督教更生团契，更生团契因拢是咧关心伫这家的这更生人。这更生人有一个叫做更生团契天使树啦，吼天使树的这个人才培育，就是讲因为这更生人，这家落的这兄弟，因为因本身的家庭，因的囡仔，有的是毋知影伊的亲人犯罪这家，所以呢，有的人伊是知影，但是因的囡仔伫内心受着真大的伤害，所以无法度通了解，甚至无法度通接纳伊的亲人是安怎做歹代志向这家，还了解无？所以这个协会因是咧做关怀这个更生人，包括伊的家庭。即摆咱教会得到一个名额，就是关心一个岁半的囡仔，吼。所以牧师嘛特别邀请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因着备办心，吼，伫12月20以前，就爱敲电话，甚至是去到伊的厝里，将这个这个绘本，这个囡仔伊填写伊参加这个天使树计划，他填写他想要绘本，但是我们是带着祝福我们是带着平安的态度，告诉他耶稣所要带给他的生命当中的祝福。这个东西是我们代表他的家人，在这家的家人买来送伊，所以互伊体会到伊的亲人的迄个温暖。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拢不相时就爱活出这款的生命。无论你伫你的脸书啦、LINE 内底，你爱常常去分享上帝互你的生命安怎咧带出好的消息。所以牧师嘛咧邀请咱即摆咱的青少年，因来到教会，因即摆开始爱学习，爱要写日记要写什么日记？写生命故事啦。他们很喜欢拍照。可是很多时候拍照的内容跟他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是为了要彰显他的状态而已。可是他的状态是什么？是怎样？咱就真二地去了解。所以我咧鼓励讲，咱的青少年，因唔简单是咧认捌上帝的话，更较要紧是要伫因的生活中间，因有法度去表达因的生命无。甲你边仔兄弟讲，你要时常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这礼拜牧师伫街仔路拄着2摆，咱的淑芳长老我伫路林拄着时，我有咧观察淑芳长老，他的脸色充满了他在外面跟其他的人在接触我看到也在牛肉面店我经过，这拢是牧师拢遮咧行路拢会拄着我咧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人伫生活中间，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过程的内底，拢会开始恢复到伫生活的内底，要安怎活出上帝所要予伊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就是讲，每一个人，咱的生命爱学习，要安怎通过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来为伊来活。今仔日牧师要带予咱一个新的消息，叫做喜乐的愿望是啥？今仔日的圣经节伫一开始就咧甲咱讲起，第4节甲第5节，保罗讲啥物？伊讲恁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华语叫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要怎么靠主常常喜乐？台语你看就知啊。什么叫做靠主？靠主的人就是会跟主常常连结怎么跟主连结？要不要读经？要。你要去认识神嘛，你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嘛，甚至你要不要去聚会？要不要去教会聚会？要啊。你要来教会敬拜神，学习敬拜神，将生命带到神的面前，至圣宝座前。甲主结连的人来欢喜。保罗讲，我阁讲一摆，着欢喜。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欢欢喜喜来敬拜主。你爱欢欢喜喜来敬拜主来，注意第5节讲，着互众人看会出恁的啥宽容主得要来有真侪人伊无法度通带出迄种的宽容的心要敬拜主的人，若无宽容的心
迄个看会出来哦。迄人吼保持拢迄种紧张性哦，迄看会出来哦。所以一个有宽容的心的人，伊的心自然来到主的面头前，就会欢欢喜喜啊。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命令啊。因为保罗讲，恁着，台语叫着思想，对不？好，华语叫你们要，这是一种命令啊。他命令告诉每一个信徒，着靠主，着常常爱喜乐。我认为上帝所赏赐伊的命令哦，总是伫伊的供应了后，了解我的意思无？譬如讲今日这个秀英姐吼，秀英姐，伊伫上帝甲伊供应，伊之前毋捌主啊，对无？伊嘛毋捌上帝，嘛毋知影讲伊的朋友伫背后为伊祈祷啊，敢若听伊讲我会为你祈祷，我会为你祈祷。但是当伊领受到了，哦，原来这就是上帝、上帝的供应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来给牧师很大的安慰跟帮助，牧师讲道就是一个见证了，对不对？我感谢主啊！当时候我就跟金慧姐在祷告当中，我嘛毋捌这个人啊，我嘛毋知伊髋关节到底是偌严重啊。但是祈祷了后，伊体会到哦，真正这是真实的。我跟金慧姐同得上帝美好的供应，是在我们祷告里面得蒙应许的，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里面都有很多上帝美好的供应。可是上帝有没有要求？有哦。上帝开始在我们他供应之后，他会给我们要求。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要去服务人、服侍人，要求我们要去怎么样祝福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用成什么款的态度来去服侍人？咱来看圣经。今日咱所看圣经在第6节到第7节，心着爱无跨路交托仰望伊啦。咱要安怎样养成一个靠主欢欢喜喜的心态呢？怎么样有靠主的好的心态？你要第一个，来圣经说什么？拢唔通安怎跨路什么？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好，然后呢，安尼呢？上帝所赐超越过人一切所会当了解的平安，会通过耶稣基督来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啊。所以呢，咱要安怎靠主欢欢喜喜的心态，需要心态。爱安怎？圣经在咧甲咱教导的标题，心要怎么样？没有挂虑，交托仰望神。所以兄弟姊妹，就算咱的亲人离开咱，就算咱的身躯边。咱的环境生活会有做什么真大的变化，咱拢爱学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心无跨路，凡事交托伊。我真感谢上帝，牧师伫顶咧我是拜二去探访国伦嘛吼，我真感谢主，看见国伦，伊虽然因为伊用长期倒伫病床顶，他下半身的脚是已经退化，但是他的上半身跟我一开始认识他几乎没两样哦。这过程是怎么来的？受到梅居姐真大的帮助甲祝福，伊通过安排这个养护的这个安怎照顾因，安怎他们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因嘛就对着伊的丈夫做真好的照顾。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认为我看到梅居姐伊的心是无跨路的。伊对过去当下看到伊的丈夫倒伫病床的时阵，家庭大家全家拢伫遐咧为着伊来烦恼的时，我等到即摆看到是啥？心无跨路，只有交托耶和华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你敢通为着你的生活，为着你的欠缺需要来去跨路什么嘛？其实你毋免。咱的主在甲咱讲，上帝所赏赐予人一切了解的平安呐，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的内底，互你明白。所以兄弟姊妹，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安怎讲？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上帝有顾念咱无？有。所以你若知影上帝有咧顾咱，你是不是应当着爱将你的忧愁跨路安怎交托伊？所以你甲我讲牧师你无了解啦，
你看我的生活，你的情形，看我无共啊，你无法度了解我的忧愁看虑，无毋对。但是咧，我要来讲，你有知影上帝有顾你无？你若有相信上帝有顾你，你就会晓学习，将你一切看虑交托给上帝嘛，敢毋是？所以圣经伊讲即句话真有意思哦。毋是所有的人，毋是所有信伊的人会将一切看虑交托伊哦，只有知影伊有咧顾人的人。所以兄弟姊妹，那个 PPT 哈，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过去捌有一个基督徒，伊伫铁路局咧上班，伊将来无论什么款的病也好，无病有病无病也好，代志顺利无顺利也好，伊总是会当感谢上帝。捌有一摆，伊的同事吼，感觉讲吼，哦，你真正是一个乐观的人，拢无发生什么大代志吼。有一天，伊即个朋友呢，伫铁路局的中间无小心，换叫火车，即个教断一支骹吼，就昏去啊。但是伊醒过来的时阵吼，别人听到伊吼，竟然毋是哀哭，毋是埋怨，反倒当是感谢上帝。因的朋友吼，足生气的。就讲，你这个人哪奇怪啊！你个骹落去用教，去火车教断啊！你无嘛去想讲要安怎理赔啦吼，无嘛想讲要安怎来处理哦。你竟然是感谢上帝吼，伊就甲伊讲吼，伊讲我感谢上帝，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支骹，我还有另外一支骹。兄弟姊妹，我毋知影，我毋知影你信主，你对上帝的信心。你挖靠上帝的信心到哪了？到偌济？牧师期待咱做伙学习，会当挖靠主的人，会当将你的忧愁看虑交托上帝。真感谢主，妙玲姐妹吼2天前嘛对家护病房出来伫普通病房，对手术的中间，咱就爱更加有信心宣告。胰脏的手术吼是全球全台湾。其实胰脏的手术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真的哦，只有胰脏哦，胰脏是真的是找不到药医的哦。可是我们要不要靠信心？因为人还没走嘛，对吗？神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我们还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祷告，来扶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第二张了，一体会到。咱伫基督中，上帝拢一直咧固守伫伊的亲人。咱嘛着爱伫基督中，为着咱的身躯边，要有侪兄弟姊妹，伫因内心所看虑的代志的顶面，咱做一个真好的代祷者来甲因扶持。所以兄弟姊妹，他拄仔讲到的，这拢是心态，咱着无看虑，咱才有法度通靠主欢欢喜喜的态度的生命会显明出来。第三，咱要安怎样靠主来欢喜的愿望？咱就爱伫生活中间要安怎甲伊实践出来？圣经内面，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4章8节到第9节讲，兄弟啊，我还有未尽的话。保罗讲哦，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 ，PPT， 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哦，保罗伊特别去强调一个物件，头前讲起，无论靠主，就爱安怎，唔通看虑，对无？甚至嘛敢要求哦，我已经看见伫恁身上吼有安尼行为，吼。但是哦，我更加期待，伊知影，保罗伊无法度让保罗，他没有办法一直陪伴他们，所以他期待是让他们体会到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保罗特别讲兄弟啊，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怎么样？要想哦。咱来常常互咱的思维去想讲，到底实践的代志要安怎行出来？你伫生活你爱想啦，你若无要想哦，你行袂出来啦。了解我意思无？平常时你行出这个教会门了，
等于到你的家，你得爱常常去思考，到底住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够有偌济是牧师无讲到的，还有未尽的，包含真实的、可敬的，哪些是？来，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真实的？真实的代表的是叫做道德上的里外一致的事情。好，爱一点，有无？实际上有，可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不真实的里面哦，对吧？你若看即摆媒体吼，新闻这波你若拍开吼，你看真真假假，到底倒一个是真的，倒一个是假的？啊，你若无去了解历史吼，我甲你讲，你真正会去骗去，去怪去，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摆真正爱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咱嘛爱做一个有智慧的台湾人，你才有法度通真实去做好的判断。所以，一个要安怎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靠主欢欢喜喜，第一真实的代志，你唔通无啦，里外一致啊！哦，第二可敬的是什么？只含有尊严，能引人敬重佩服的事情。好、啊，我感觉讲，我真欢喜讲，咱细汉的囡仔吼，真正爱教导因。好、只要是年纪比你大的，称呼哥姐。我细汉时阵讲，爸爸啊是安怎？我对我的兄哥，我袂当叫伊无伟志啊，我爱叫伊大哥。阮的囡仔真特别，阮随细汉哦，爸母人讲，你叫哥哥袂当叫伊的名，爱叫大哥。我讲哦好大哥，所以我看到阮大兄，我拢是叫大哥。啊，阮的大兄看到阮拢是叫名。好、啊，这种就是一种什么可敬的、有尊严的生命态度。你会让人引起敬重啊，所以呢，我若只要看到，但是有当时吼，到我这个会吼，有当时若看到有的比我年纪较大的吼，称呼姐吼，好，人讲我看你差不多呢，我年纪个比你还小呢，你给我称呼姐啦，有些时候也是会误差啦吼，但是呢，可敬的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会懂得尊重人的，好，公义的，什么是公义的？是对上帝对人都有值得合理、正直合理的事情，合理的代志，你得爱安怎？爱真正去做啦，吼！你得爱真正去了解，什么是合理的，无合理的，要不要去教导？要不要去澄清？要，我们要懂得去教导，也要懂得去澄清。什么是清洁的？好，毫无罪恶的成分和动机，我们要保持这种清洁的生命。好，可爱的就是令人喜悦的、爱慕的事情，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肯定哦，我们现在不是都有脸书吗？对不对？啊，咱若看到有人 po 出来，咱就安怎？甲你边仔兄弟讲，记得要去帮他点个赞。知影我意思无？你茫看看讲，我甲你讲哦，迄个人吼，伊伫遐写什么物件哦？我做不爱吼，有人甲我叨讲哦，牧师，你知不知道那个谁哦，他 po 了什么东西哦？啊 po 了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去给人家肯定一下？好，去给他留言啊，去跟他回应啊，对不对？我甲恁讲，咱即摆社会已经有这媒体吼，有当时咱有一寡人甲人的关系会错乱啊，该有的行为行动咱拢无做，反倒等拢变成安怎？拢变成间谍啦，吼！我感觉唔好，咱得要懂得，你哪当你看到，你哪感觉讲，这个人你认识，你就给他一句肯定、鼓励的话，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可爱的是，令人喜悦、爱慕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有美名。只被众人所传颂的事情，譬如讲，有人咧讲伊袂歹，但是你感觉伊还好，这个人若甲你讲的时阵，你会安怎做？伊甲你讲迄个人袂歹，但是你觉得还好，啊，你会安怎做？啊？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就跟他说，很棒啊，很棒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好，我们一起学习。虽然你觉得好像还好，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你不要跟他讲说还好啦，嘿也无啥啊，那就不一样了哦。知影我意思无？所以有美名的事情，我觉得基督徒也要这样嘛，对不对？他听说他那个，我时常听毛长老讲说，他读圣经读了4-5遍了哈。他听他讲完哈，我会说什么呢？我会说毛长老，你要好好做一个教师啊。好，你教会内底爱做。教导人安怎看圣经啊？新添老师嘛是呢，咱若对圣经熟的人，有看过几遍的人，咱其实就爱有机会来去跟人分享圣经的话语哦。
所以每年牧师嘛真期待，若有新朋友若有来，咱其实咱拢会当陪伴因做伙看读经、祈祷，互因认捌，要安怎来亲近上帝、认捌这个上帝，互因的生命会当更加丰富、更加受祝福。所以有美名的事有很多种，我们要试着去回忆、去回想，不要认为说这无啥，较看毕业啦，嘿忙讲啊，嘿安怎？我刚刚不要再处在这种思维里面。好，我们是可以彼此互相祝福的。德性是什么？指道德方面超越的事。我跟你讲，你若有美名没有好德性那就完蛋了。什么意思？你当然要阿乐啦，但是你不懂得谦卑啦。什么是德性？就是道德上面超越的事情。意思来讲，当然跟你阿乐讲，某某人伊讲你偌好呢，偌赞呢。你若无甲伊讲这个你若无德性的人，你会讲，我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过去我就是安怎，什么人甲我教导的我本来就是安尼啊，安尼好不？无啊。所以德性，什么叫超越德性的事情？他说无啦，这归因跟好兄弟，荣耀归给神，那都是神所给我的祝福。好，我还可以再努力，我可以再更多学习。好谢谢你，谢谢你赞美我。好，所以这样子的德性，生命有更较无共款了不？有啊，爱书课不？哎。什么是称赞？只博得人的称赞美的事情。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学习赞美我。真的彼此赞美祝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玉成老师。玉成老师他在我们当中，他压力很重你们要知道他一开始是没有信主的他是因为了要来指挥才进入教会的那个压力是跟被别人带来是不同的，所以当伊伫遮咧指挥的时阵，圣歌队员咱拢是基督徒，咱若是用一个较无用一个拢安尼个看观察的角度，我跟你讲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你们会不会赞美？怎么赞美？团练完的时候要怎么样？谢谢老师嘛，对不对？谢谢你哇！所以我们要懂得彼此赞美，不会赞美的教会，不会没有这种文化的地方，是会让人感受到压力很大的。所以弟兄们，这些事情是保罗教导要去想的。保罗他又说：“你们在我身上。”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信徒的榜样，牧师也在学习，我要怎么样作为每一位信徒学习的榜样？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包含每一个同工，牧师也期待你们，我们要学习，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在我身上，在座的父母亲，在座的做这个妈妈的，恁伫厝里，恁嘛得赶快，伫恁的囝儿，伫恁身躯边的人的心中，恁的是啥？你们要在我身上怎么样？学习到我是神的信徒，我是神的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重在指他的真理啦，你们从我身上学习的是什么？保罗他讲的，恁伫我心中学的就是真理嘛。你是不是真做一个有真理的人？基督徒爱做一个有真理的人，唔通做一个无真理的人。讲的话拢安尼铺铺点点，真真假假，有当时讲安尼，有当时佫讲安尼，拄着迄个人就讲安尼，拄着迄个人就佫讲安尼，拢无真实啊。这个无真实的话。倒转来到伫牧者遮就讲哎呦，较变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会记得有真理的人，你讲的话就是真实，爱表里一致。所以保罗就安尼讲，恁对我的心中所学习的，学习啥？学习真理。所领受的是啥？信心。我们是要靠主得胜的人，我们要时常领受圣灵、属灵的供应。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听见的是指上。保罗对他们的教导，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听见你在说话？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常在听你说话，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在传讲福音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指保罗他自己的行为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伊特别强调这两项事，恁爱常常去思想，嘛就爱去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上好的手表是倒一个国家所制作的，
随事人因应要上帝的方式的态度来制作手表，所以因的手表会成做全球上好的品牌啊！我要问咱的信仰的生命，咱所要传的福音，咱有成做一个真要紧，亲像瑞士人同款、瑞士人一样，安怎做好的品牌无？兄弟姊妹，我真期待咱大桥教会的兄弟，咱出去，咱是靠主得胜的人，是真正欢欢喜喜会当代表我就是主的学生，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我能够成为一个带给别人生命祝福与平安的人。求主赐福大家，也让我们一起同得上帝美好的福分。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有讲，你吩咐阮着刚强壮大，唔免惊，无得论。因为阮无论去甲打落，主耶和华上帝的确甲阮三甲地底。主啊，当阮抱着欢欢喜喜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的心中也着爱思想学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有共同的目标，相款的疼心，相款的情感，甚至有一致的想法，甚至阁有实际教会生活内底，阮无自私自利，贪图虚假的名义，互阮会当用主的疼，彼此谦卑，三体谅，照圣经的教导，看别人比家己较牛，互相学习。关心对方生命的利益，一切拢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阮才会当真实活出见证基督上帝信仰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主啊，阮伫后礼拜，阮要伫耶稣主耶稣要为阮来出世的大好日子，阮毋但要伫心中带有大喜乐，阮的生命也要靠主勇敢徛在。为主你出世的大好消息，来人宣扬主你为阮诞生的大好消息，是要为着拯救阮世间的人，互阮搁一摆来得着活。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通借着主你来活，也互上帝疼伫阮的内心活的生命，通显明阮是主你所疼所祝福的家人。愿你继续扶持阮的兄弟姊妹。伫生活困难、经济、身体欠安的时、压力的内底，更加会当需要加倍对主你的信心，常常伫祈祷、认捌主你的话语的内底，领受圣神的呼召，学习跟对主的脚步来行，互因的生命经验着充足、丰丰富富的稳定甲平安。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搁一摆将这款的应允。放伫阮逐人的心内，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多谢咱的牧者的鼓励甲教导吼，咱讲多谢牧师。好，来，咱即时咱做伙来吟信息109首吼，欢喜救主做主。咱三甲起立来吟。心
请咱备万心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一种回应吼，咱做伙用信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吼。我将所有献予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定主靠主，甲主相亲到永远。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予听我尊贵求主。我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予我主，谦卑拜拜主面前，世间快乐甘愿起散，求主他将我收留。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予听我尊贵求主。我所有奉献。咱做伙来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会当看咱周报内页的公道内容，为着咱所听的大桥教会兄弟姊妹，做伙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同心做伙伫遮感谢何乐你，愿你即时来听阮恳求的声。今日是大康节第3主日，阮抱着喜乐的心做伙。听后礼拜圣诞的节期，伫这个欢喜的日子，求你予我有搁较侪勇气、信心、智慧，以及对你遐来的大困难、信心，来阮死苦忍耐，也袂认捌你的亲朋好友传讲认捌你的大好消息。因为阮知认捌你是何等的福气，是阮一生生命追求的目标。求你予阮深知，毋但阮要得救，土地的只要愿意相信你的，拢要成做你的囝儿。求你予阮有火热的心，辟济的灵去传讲你的听，分享你的恩典。阮伫遮同齐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愿主聆听我们的恳求，再次将
做伙来敬全能的天父。全能的天父，听我祈祷，来祝福你面前的接纳。咱做伙来看咱的报告，消息报告吼，会当看咱周报。即礼拜是开讲节第3主日，咱点到第3支的紫色的蜡烛是代表宣告喜乐，愿咱伫这喜乐的生命中会当听台耶稣，为咱带来生命的喜乐、生命的望。后一季的事工分配已经搭伫咱1楼的招待，到遐个所在，咱请同工做伙来确定吼。若有无方便的所在，来咱私底下甲其他的同工来做调整。12月20，就是后礼拜三有一个音乐的演出吼，伫市立文化中心有这票免费，拢总有30张吼。这是描写咱耶稣的。诞生、受死甲搁活，欢迎遐这圣歌队员有意愿参加的，到咱1楼的招待，到遐来填写你所需要的票啦吼。也邀请大家会当甲咱的厝边隔壁朋友来分享即个好消息，会当做伙参加来听。该日的下暗文道训练就暂停一摆。就是咱12月24，就是咱后礼拜日，咱教会要举办的圣诞活动，欢迎兄弟姊妹会当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与。拄好是平安暝吼，咱咱食了后会当做伙来伫社区报佳音吼。回转来的时阵会当有抽奖的活动，拄则牧师有讲啊吼。来，本会幸福做伙读的小组恢复聚会。伫时间是拜五透早10点到11点30，欢迎时间会当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做伙来读上帝话，来得到生命的丰富智慧。咱做伙来读金句吼。一开无的话路，独独万事地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你所求的摆列伫上帝话语。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4章6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吼，咱伫楼骹吼，等下咱伫楼骹，如果你有登记拜3要参加即个弥赛亚的音乐会吼，这音乐会非常的好吼，因为咱知影即个韩德尔吼，弥赛亚伊是韩德尔所制作，韩德尔伊用24天就甲写完即本的即个曲吼，所以呢真好的一个音乐会，嘛邀请咱会当招咱的朋友、亲人会当做伙去参加。咱伫拜3吼下晡6點40对教会出发。若假使无论如何你有要伫教会坐车去的，也是你要家己去的，请咱等下伫楼骹的所在，牧师会分这票互咱。咱票就收好哦，这票是免费的。嘛无要紧，如果你毋知影讲你厝里你要招几个人，你会当是礼拜3的时阵6點40來到教會，之前來到教會，來索票，安尼好無？甲咱先簡單報告，咱教會有30張啦所以咱去看登記的人，嘛邀請咱，這真好的音樂會免錢的啦所以邀請你會當去去聽這音樂會。咱有聽過一條歌曲叫《哈利路亞》有無？哈利路亞這條曲就是佇這彌賽亞內底，你會當對頭聽好完，這是一個真無簡單的機會啦一當較一擺啦所以咱嘛邀請咱會當招咱的朋友甲親人做伙來參加。另外咱下一頁咱教會樓骹有一寡這教會的過去咱的建堂這鞋牧師期待講若會當佇這1-2禮拜咱就甲伊賣互完啦
迄个拢藏足久啊吼。啊，所以呢，咱即摆吼足俗啦吼，这拢是牛头牌鞋啊吼。啊，倒手柄咱看这吼，原底拢是200块、300块啊，600块，包括800块的啦吼。所以咱即摆拢半价，甚至还比半价还低吼。所以请咱会当来购买。头前顶面遐拢是100块啊、200块，啊，你看看上下底面即个800块，如果你买这一箱吼，这300块尔，你买一箱，阮就送正手柄的，就是这正手柄这鞋也是送的哦。但是正手柄这吼，请咱我先甲咱说明，因为这当初这是过张了，迄当时因是过去因咧卖鞋啊，啊这鞋啊拢是库存的，所以这品质吼，我袂当甲恁保证哦。有可能你穿到一半鞋底我无去啊。但是我先甲咱报告者，毋通讲哦，啊教会哦送迄买米吼，毋通安尼讲吼。我先爱甲咱提醒啦吼，这是要送人的吼，啊所以你家己拣，你若是拣这下底这这个300块这鞋啊，这其实真好，伊是真好穿的，啊这是倒手柄这拢是这拢是堪用的，拢是好的物件，这种牛头牌的品质，就是讲这种人体力学，穿起是足健康的。吼啊，所以咱买圣诞节吼，你会当为你亲人啊内底的亲人吼换一双新的衬托啦吼，啊咱紧甲买，吼啊咱就莫搁放到教会遮啦吼，啊所以啊请咱注意者，咱等下落去吼，咱有放一个卡啊，吼你家己紧紧的，啊了你就将迄钱甲落伫迄个卡啊内底，安尼啦吼，好啊甲咱简单报告吼，啊今日咱真欢喜吼，啊咱邀请这个王秀英姐妹吼，咱再次请她起立，我们拍手欢迎她，好。欢迎你，请坐。啊，请坐吼。他拄仔我看这个美英姐秀英姐吼，伊真认真哦，吼，足认真咧听牧师讲道，啊，咧了解咱所信的信用，嘛期待伊会当伫咱中间，会当将咱当做亲像一家人，啊，咱嘛将伊当做一家人。我相信咱伫这个听的大家庭的内底，是得到主的听，互每一个人的生命受搁较大的望。吼，所以求上帝赐互咱嘛伫彼此请安的中间吼，邀请咱等下吼，咱互相请安的时吼，就甲伊讲吼，讲后礼拜希望看到你哦，吼，来咱做伙起立，吼，啊，甲伊讲今仔日真欢喜看到你，后礼拜我嘛要看到你哦，吼，平安。一做一回，听互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做一回。啊，咱搁一遍做伙来吟上行的诗，啊，上行的诗389首，阿拉上帝至高至尊。上行的诗代表的是咱要将荣光归乎主上帝，所以咱每遍的诗唱荣光上帝的诗歌，咱做伙来吟。阿拉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物万本，一定现在。愿咱伫主的厅堂的内底，享受平安甲喜乐，互咱带着喜乐的望，人传扬主的听甲福音。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厅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密道避会。